歡迎咁多位啦，咁啊多謝咁多位街坊今晚過嚟。咁啊，我姓趙嘅，係今晚活動嘅主持人，係本業處嗰邊嘅人代表。咁啊，座談正式開始之前啦，咁我都提醒翻在座各位，咁今次我哋由官方記錄嘅會面咧，係具有法律嘅效力，故此咧場入邊進行嘅私自錄影或者錄音咧，係將不被接納嘅同埋承認。以下會宣讀一份聲明。第一，元朗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從沒有主動邀請或者建議安裝是次嘅發射塔計劃。第二，法團亦從沒有表態支持或者反對是次計劃。第三，法團亦沒有喺今次事件之中得到任何嘅好處或者利益。剛才以上嘅3點咧，皆可以由今日出席嘅中國移動代表作出印證嘅。好，第四，咁啊，鑑於有業主之前嘅查詢啦同埋反映啦，咁我哋法團咧都積極配合站喺業主利益嘅一方，邀請咗中國移動專業嘅技術團隊代表，今晚為大家提供專業嘅科學普及，滿足業主嘅要求。亦由於業主需要時間去消化今晚嘅專業嘅資訊，所以法團亦唔會喺問卷有結果出爐之前作出任何決定。第五，法團雖然沒有預設嘅立場，但係為咗廣大業主嘅知情，今晚嘅科普講座會製成短片喺屋苑作宣傳廣播，包括 YouTube 天盛 Channel 同埋天盛通嘅刊物。相關上鏡嘅業主容貌將會喺節目中模糊化處理，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第六，過咗今晚嘅座談會聲明環節之後，本業主同埋法團將不會再為事件作出任何嘅表態。如果日後居民有任何嘅查詢，我哋樂意配合充當溝通嘅橋梁，將相關嘅問題再轉交去中國移動查詢。咁接住係由法團師傅陳思正先生作出一個宣讀聲明。其實咧呢個宣讀聲明咧係我個人嘅，因為咧陳思正莫名其妙咧就俾人大字報點名，咁唔知何故咧就被要求見面，咁唔知原因點解要我作出承諾，咁亦都未經同意咧就被錄像流傳，咁所以我必須就事件作出一個簡單嘅聲明。首先，中國移動從來冇同陳思正就事件作出聯絡、會面、對話，因此喺盛勤閣所貼出嘅大字報裏面寫陳思正話會起發射塔，係子虛烏有嘅謠言中傷。但陳思正認為街坊可能係出於誤會，所以暫時對大字報事件係唔會追究嘅。其次，大字報事件之後喺3月嘅一次陳思正嘅點名同埋盛勤嘅業主會面，我雖然莫名其妙咁被點名，但係都以個人身份承諾跟進在場業主所提出嘅要求，並於其後嘅時間盡力向法團委員陳述申請，最後仲取得咗法團部分接納建議嘅成果。再者，陳思正重申，本人並非業主委員，亦不能代表法團作出重大決定。1年幾以嚟，運用過往嘅地區行政專業同埋經驗，為天盛苑進行無償嘅義務服務。喺法律上，本人冇決定法團政策嘅實權，亦都冇權參與法團委員嘅投票。因此，對於求助人對我嘅角色要求，我只能夠盡力而為。最後，本人亦都盡力履行咗同各位嘅承諾，並因喜取得部分嘅成果。但陳思正個人認為，跟進業主要求雖然係義務勞動，但係仍然以服務社群為己任，因此唔需要向我致謝。我亦都會繼續進行義務嘅工作。呢個係我對今次事件個人嘅聲明。OK， 咁唔該陳生。咁啊，而家我哋個座談會咧會正式開始嘅。咁啊，首先我哋會由中國移動嗰邊啦，呢個4位嘅代表咧講解翻今次申請計劃嘅詳情嘅。咁啊，有請中國移動嗰邊。各位天盛苑嘅居民晚上好，多謝本業主呢邊安排我哋作出一個簡單嘅一個說明會議。咁我哋都知道就住我哋嘅申請咧，過程之中咧都有少少聲音嘅，我哋本業主都有反映過俾我哋聽。咁呢個其實坦白講都係我哋日常嘅工作。
成日見到㗎啦，因為我哋要起基站嘅時候，可能因為某啲居民或者用戶對基站唔係咁熟悉嘅情況下，可能就會有少少誤解啦。咁我哋今晚咧就會就住呢個情況咧，去多啲講解我哋基站嘅一個原理啦，同埋佢嘅背後少少知識啦，令到大家更加比較充分地少少認識多啲我哋嗰個基站。作而咧，我哋可以比較客觀咁樣去分析我哋今次嘅申請基站嘅一個方案。我哋基站咧基本上就係服務我哋5G 嘅服務嘅。咁5G 嘅功效咧，我今晚就唔詳細講㗎啦。咁我哋嘅基站咧，其實係希望各大電信商目前都係咁樣做。我哋希望起到個基站咧。去 serve 我哋5G 嘅服務嘅，咁因為5G 嘅服務咧需要更加大覆蓋嘅規模嘅基站嘅一個我哋去起更加多嘅基站去 support 我哋嘅5G 服務啦。咁呢個係我哋成個社會同埋 technical 嘅technology 嘅一個背景嘅大背景之下嘅。咁喺呢個5G 嘅技術層面之下咧，其實政府都作為一個主導嘅角色啦。佢基本上喺社會上面咧都作出佢哋政府應該有嘅努力啦。咁佢哋喺19年開始咧就已經攞晒政府嘅1500個物業，包括我哋喺街度見到嘅巴士站啦、公廁啦。可能係嗰啲體育館啦、公園啦，佢哋會攞出嚟去做一個5G pilot 嘅 program 嘅，係啦。咁到今時今日，我哋公司咧同埋其他電信商咧都就住呢個 program 去喺政府物業去做呢個基站嘅。咁可見而知咧，政府其實係大力推行緊我哋呢個基站嘅設施嘅。咁去到近年嘅2022年嘅有條條例新出嘅，電信條例改咗一個條例嘅，所有新起嘅物業，包括住宅、商業，我哋嗰條例都規定，所有新起嘅樓宇咧都會有一個固定嘅空間俾電信商嘅啦。即係講緊第日我哋作為電信商，如果想喺呢個物業度入去起基站嘅，其實係唔需要再傾嘅啦。咁可能係已經有預留位置俾我哋去做啦。但係啲舊嘅物業咧，我哋想起嘅話咧，都會用一個租用場地嘅方式去起基站咯。咁呢個係見到政府係做緊呢一樣嘢，將來我哋係我哋起基站方面咧係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嘅。咁呢個係一個普通嘅一個新嘅社會性同埋政府嘅 background 俾大家清楚咗先嘅，清楚先咁樣嘅。咁就住天盛苑嘅呢個方案嘅申請咧，我哋應該都有好長一段時間同天盛苑管業處呢邊有聯絡㗎。咁我作為公司嘅代表，係作為一個基站租務嘅同事嚟嘅。咁今日我哋亦都有工程嘅同事，同埋我哋無線嘅 planning 嘅同事在場嘅。咁我哋就住呢個方案有點解要起呢個方案，有我哋同事負責啦，同埋將來點樣起呢個站出嚟，亦都會有相關嘅同事負責嘅。咁我哋喺24年嘅時候咧，我哋公司就已經喺周邊呢個區域度去選址啦。就住咁，我哋就因為天盛苑盛勤閣呢個位置咧，第一個 location 係比較好嘅，第二主要佢個高度亦都比較滿足我哋嗰個基站嘅覆蓋嘅要求啦。咁我哋就選址咗盛勤閣呢個位置嘅。咁當其時2024年12月嘅時候咧，都仲係前管理公司，我係同富城物業呢度第一次係有一個接觸嘅。咁佢哋知道我哋嘅訴求之後，咁你哋就過嚟睇咗先啦，睇下我哋之後嘅 proposal 點樣，咁我再俾法團啊咁樣去作一個申請嘅。咁後來去到換咗管理公司嘅，咁去舊年6月到11月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公司嘅嗰個設備有更新啦，同埋我哋工程嘅人員嘅人事變動啦，咁就我哋又重新嚟選址嚟到現場去睇我哋現場嘅狀況，啲電點樣行啊，我哋啲 fiber 點樣鋪啊，咁樣再嚟多次。咁去到舊年11月嘅時候，我哋係有一份全新嘅建設嘅方案，我哋叫做 proposal， 咁樣俾咗管業處㗎啦。咁管業處就幫我哋做咗之後嘅其他手續嘅。咁去到最新就係就住呢個 proposal， 法團就已經進行喺居民範圍入面進行一個問卷調查啦，亦都今日就嚟到呢個簡介會嘅環節啦。跟住我哋嘅 proposal 咧，之前我哋提交咗俾管業處咧，就基本上係咁樣嘅一個形式嘅。咁喺盛勤閣上面咧，我哋係有4組天線 total， 4組天線入面每一組有2支天線，所以 total 咧係8支天線。咁大家陣間會見到我有實景圖可以 show 俾大家睇嘅。咁嗰個
紫色嘅圓圈咧就會係我哋天線嘅位置啦。最上面左右啦，同埋左手邊呢度，同埋下面右下角呢度有一組，咁 total 就4組天線。中間紅色嗰啲位咧就基本上係我哋電線啦，同埋我哋啲光纖嘅電纜嘅。咁呢個係我哋啲機嘅一個技術嘅一個示意圖啦，包括啲電箱啊，同埋嗰啲我哋啲數據處理器嘅一個形式嘅。咁下面呢度就係我哋兩支天線嘅一個示意圖啦。咁實景圖咧就會係咁樣。咁我哋都係攞咗一啲居屋嘅屋苑嘅方案俾大家參考嘅。基本上嘅形式係80%至90%相似㗎啦。基本上就係兩支天線啦，呢度叫一組啦，一組就會有兩支天線加埋我哋呢啲數據嘅處理器，咁我哋叫一組啦。咁我哋今次 propose 咗4組咁樣嘅設備嘅。咁天線院我哋可以做多少少嘅，好似右手邊呢度咧係一個天線罩嚟嘅，我哋笠住個天線，咁就會對物業嘅外觀做出一個最低限度嘅最高限度嘅一個影響啦，即係冇咁礙眼啊，或者佢個顏色啊會 match 翻成個物業嘅一個外觀啊。咁呢度係我哋啲電箱啦，同埋嗰啲電源嘅儀器啦。咁右手邊呢個係我哋啲數據嘅處理器啦。咁呢度係見到係逢天台嘅牆嚟嘅。咁咧我哋啲儀器咧全部用鐵架咁樣架起去嗰個牆身嗰度，係用咁嘅形式咁樣去放我哋嘅設備咯。係啦。咁可以睇到我哋設備其實除咗天線會露出物業之外咧，其他都會收埋喺一個牆身以內嘅，亦都每個機器好似一個啲台式電腦嘅主機咁大左右啦，就唔會佔用太多地方嘅。咁去到可能比較多用戶或者居民關心嘅一個關於基站嘅一個輻射安全嘅問題啦。咁我哋以下嘅所有資料咧、資訊咧，其實全部都係來自於政府嘅資訊嚟，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就冇任何其他形式嘅資訊㗎啦。因為基本上政府嘅説明簡介又好，已經説明咗好多嘅提供咗好多數據，都非常之科學同埋符合比較現在流行嘅一個衞生嘅要求啦。咁我哋嘅基站嘅一個輻射嗰個形式，大家就記住呢個 terms， 我哋就叫做非電離輻射嘅一個形式啦。咁點為之非電離輻射咧？咁我哋見到其實我哋日常生活當中身處嘅基本上都係一個非電離模式嘅一個範圍之內，包括平時見到我哋嘅紫外線啦、無線嗰種發射電波啦、電台嗰啲發射電波啦、基本跟住基站亦都係其中之一嘅。咁呢啲輻射咧，係同我哋右手邊呢啲電離輻射係有本質嘅區別嘅。電離輻射基本上就係指我哋工業啊或者醫學上面嘅 X 光啊或者核輻射呢啲就屬於電離輻射，就會打散嗰啲化學嘅物質。就會對健康有影響嘅。咁非電離輻射咧，佢嘅能量係相對係低好多，所以就會對健康同埋人體嘅一個化學嘅物質咧，就唔會作出改變嘅。咁以上嘅內容咧，其實就係政府上面嘅通訊辦上面都有，大家都會見到㗎啦。如果去查詢嘅話，咁基本上呢個非電離輻射嘅呢個標準咧，係世衛去界定㗎啦。咁包括香港在內嘅歐美嘅國家。日本啊、韓國啊嘅一個發達嘅國家咧，都係採取呢一種世衛嘅組織去定義我哋個電離輻射嘅標準嘅。咁就暫時都冇一個實例去證明到電離輻射係對非電離輻射係對人體會產生健康問題嘅。咁去到一個基站嘅批准嘅問題啦。咁我哋基站嘅建設咧，其實所有嘅基站，各大電信商嘅所有嘅基站都會係起咗之後咧，符合嗰個輻射嘅標準同埋建設嘅標準，係得到通訊辦嘅批准，我哋叫攞牌，係攞到個牌之後，呢個站先至可以着嘅，先至可以去正常運作嘅。咁我哋每一個站就會起好之後啦，就會同政府同通訊辦作出申請，咁通訊辦就會睇翻我哋嘅資料，有需要嘅話佢會落到去現場作一個測試之後咧，先至去作出一個牌照嘅發放嘅。咁我哋所有嘅大小基站基本上都係同政府咁樣做㗎啦。
咁如果居民咧對輻射有擴張咧比較在意嘅話咧，就可以隨時致電去通訊辦，叫佢上到屋企附近去做呢個測試都冇問題嘅。基本上佢哋對外都係咁樣去作呢個對公眾嘅宣傳啦。咁基本上以上咧就係我哋對我哋一個中國移動喺性行國上面一個基站嘅申請嘅情況。